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件是昨日的深夜，有超过50个车主伫新竹市体育场的地下停车场来聚集，讲有袂少车排气管经过改装，安尼讲叫，阁有车甲音响切甲大声，有够吵，嘛有车无熄火，伫停车场冲来冲去，有够危险。警察赶到场，就惊会发生着事故，是压枪来警戒，控制场面。 停车场内底规排的车，烟瘾咧轰轰叫，警方喊甲真大声，爱因将烟瘾禁起来，甚至枪都爱举出来。熄火！警方前后夹讲爱车主将烟瘾禁起来，今日头前这个关键，看这车主无要配合尔，为了避免突发的代志，举枪警戒往车队行，现场气氛真紧张。 我们是停下来就在那边聊天，就有2、3台后面那个不认识不知道谁的朋友。哦。对，他下来那边冲来冲去，然后车子又比大声的。原来是有超过50台车主1月31日暗时，伫新竹市体育场地下停车场举办车的聚会，附近的乡亲检举因妨害安宁。那是其实不是给你喧哗、给你那个玩音响的地方，会影响行车安全。这是公共场合啊，他人家停车啊，他不适合啊。 经过了解，主办方捌广告讲欢迎介意静态车友嘛提醒讲，莫吹油门，莫开音响，到位的时都爱熄火，想要到引起民怨。迄一天关键一直调查，也有驾驶现场就调工吹油门驶离开。 现场车辆应改装排气管及播放音响，影响周边居民安宁。针对现场聚集车辆予以盘查超登资料。警方表示讲，已经有超载车友的资料，有关改装也是错误的违规，会函请监理甲环保单位去处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